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在立委林正宪的牵线之下，台湾会计师公会这次准备了2000包以上的白米，要来送给文友爱心协会、辽兴基金会等6个团体，希望互因在岁末年终的时阵，感受社会对因的关怀。年关将届，我们很高兴也感动，有真侪这个社会团体，大家拢来关心到咱的弱势。这次呢，我们特别由台南市会计师公会他们提供了2000包以上的白米，再结合6个那个社会福利的弱势团体，来在年关的时候向大家表示我们对他们的一点的关怀。那作为民意代表，我们希望就是能够协调各项的社会资源用于所当用也让大家的爱心能够广泛的传播出去。会计师公会也这一次也呼应响应着林委员就是要关怀弱势那发挥社会爱心的呼吁所以我们也这次办这次捐白米的活动那希望能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那过去会计师界也常常办这样的活动，但是其实我们不知道弱势族群在哪里那我们林委员来自民间，特别知道弱势族群的所在，那也可以达到这个资源不浪费，发挥社会爱心的效果。立委林正宪甲台湾会计师公会将一箱一箱的白米亲手搬到车顶，将对弱势的关怀化作实际行动，也希望借此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为社会带来正面的力量。电视新闻嘉山林根采访报道。盐市南区大东路2段704巷13号下晡发生火灾，为燃烧5栋透天厝，好在并无造成任何人伤亡。对此，16号上午8点开始，议员林美燕以及组织国际护工会、空军等超过70人，就来到这协助将烧歹的碰床、椅拄等大细项家具搬出来，并由环保局出动2台车帮忙清理。13号下午的一场无情火让无户的人家非常的去难过，而且周边的人也跟着非常痛心那当然伤害已经造成了，我们希望能够将伤害降到最低，而且能够用最短时间能够让他们能够进行重建。所以今天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我们慈济，还有我们的国光会。还有我们43联队，爱心是无界限的。那当然43联队也尽爱民这个精神，所以我们一起就是针对这个无户人家，我们就进行了打扫。来到这边，真的就是说，好事大家一起做啦也是说领班领啦然后大家一起来共同把这些灾户把他们完成，不让他们有一种失落感，还有他们，因为他们也有吓到了，所以我们也有给灾区灾民给他们一个慰问金，给他们压惊，让他们不要受惊也不要害怕。前几天就知道说这边发生火灾，那也想要过来跟他们做一个关心的动作，想要赶快尽速帮他们清理，但是因为碍于那个火场的鉴定还没处理好那今天呢刚好做一个段落，那我们就发动30几位的师兄师姐呢来帮忙，想说尽速呢让这个地方呢他们能够赶快回来可以住，然后整个呢把他们楼上呢整理干净清洁今天投入现场的救灾工作，那我们发挥了人机己力、人力己力的精神，希望尽快协助我们大恩里的里民，这5户受灾户能够尽速恢复家园，然后让他们过一个好年。80岁阿嬷伫火灾期间受到真大的惊吓，虽然佫有查某囝带做伙，不过要靠2个人将大型的家具搬走是非常的困难。好在有侪善心团体的帮忙，让阿嬷非常的感谢。今日是组织
佫互关山人甲你关心的。对对。啊，佫公家的啦，空军的，有甲讲。是咧组织到互关山的人来甲你迄哦。来甲咱斗下手咧，关内面啦，对对，我知。你也家己人敢有法度款？无法度啦，安怎款？一个人替人哦，吼，无度款。所以这侪人会甲你斗下手。嘿，我知。有住户表示，虽然火势只烧到3楼，不过经过救灾过程，1、2楼也是有受到影响，环境需要再做整理。因此现在只好暂时住伫亲情的厝内，因希望会当赶伫过年前完成清理的动作，通好甲厝内人过一个好年。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第6届岁末友爱嘉年华会，伫咧一连串的表演之下，热烈展开。遵义慈善基金会、遵义文教基金会、胜利之声广播公司以及电声广播电台，长期以来对公益行善的工作尽心尽力。其中基金会所办理的胜利学堂专案，更是帮助了济偏乡的各中小，互因有更加济经费投入教育。活动现场，李明威执行长的妈妈也特别准备了奖励金，要来鼓励学童。种种的善行，和到场的来宾拢非常热闹。那非常感恩哈，尤其今天真的是比昨天的人还要多，因为今天是整合，把力量完全的整合哈。除了有年货大街，今天又有岁末有爱的嘉年华会，我相信今天我们的南区真的是非常的热闹，所有的人都聚集到这里来，除了可以看到我们眷村文化的美食。也可以真正让我们更多有爱心的团体在这里共同为我们明年、今年了哈，因为新年的今年、旧历年的明年，希望能够带给我们更好的一个未来。今年也是首都甲南区区公所共同合办一个爱心园游会，伫咧水高社文化园区举办，成效相当的好。我们今年特别尝试着跟南区区公所、民德里协会来共同来举办这个，我想这是1+1远大于3。今天早上人潮我觉得已经蛮多的，到今天下午我想人潮会越来越多，所以这个结合应该是个很棒的结合。我们希望以后我们继续能够跟南区要合作。热烈的岁末友爱嘉年华会，舞台区有一连串的活动。单位也呈现了府城爱心组织济无同款的项目。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这个活动，甲民众近距离接触，互更加侪人了解社会上也阁有真济需要帮助的朋友，需要大家的爱心。台湾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台湾澎湖共享总会第3届第3次的会员大会，首先由各分区的理事长带领会员进场，以隆重的仪式揭开序幕。各乡会理事长也一一向每一位会员报告去年会务进行的状况以及未来展望。其中，创会会长庄吉祥也表示，要整合这个分会相当无简单。呼吁共乡的大家澎湖人应该要团结，互台湾澎湖共享总会会当永续经营。由南北到北呢，7个会大家都有意见，要整合这7个会吼，事情不简单吼，做开无数的筹备会，花多少的精神财力，拢伫这个总会内底。小弟为着创这个总会，随常讲，上少细领吼，减成咧10岁。那么董务先讲，希望一句话都是永续经营。如果一个会创立以后，那么这个大个吼，拄啊囥一句话好地白掉伫壁里，完全无运作。所以，小弟8年内底，伫澎湖咱的故乡所10大的活动吼，10大吼，所以包括合同接送，拢总10个活动。这10个活动呢，我希望杨理事长来接的时阵，上少嘛爱做5项就好啦。
5项。会中也审议了105年度的经费决算案，以及106年度的经费预算案，整个会员大会和平顺利。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原本中视会计工课的陈美燕，因为长期使用电脑，造成手部的伤害，也予伊放下工课，开始找找人生的另外一个方向。后来，伊接触肚皮舞，对一开始的歹势，到后来愈学愈有兴趣，愈学愈有自信，也帮助家己的人生道路愈行愈宽。为着要互家己的肚皮舞更较好，伊学习其他的舞蹈来帮助，甚至2届前往埃及。学习肚皮舞的真正精神。即马陈美燕伫咧社区大学担任肚皮舞老师，也希望家己会当将快乐健康的肚皮舞推广给更加侪人。然后我之前会来学肚皮舞，是因为我自己的工作状况让我的肩膀受了伤，所以我就来运动一下，然后想不到就慢慢就是喜欢上了肚皮舞。然后因为这肚皮舞也改变了我自己的体态，也让我觉得很开心，接受我自己。然后后来呢，在学习当中，会遇到有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体态上面的问题，我就会想要说去学一些芭蕾舞来增加我的体态跟延展。那还有去学我们的那个街舞，然后多一些我自己的那个就是律动，还有爆发力这样子。嘿，然后我还出国去埃及，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既然在学这一方面的舞蹈，我就想要当地去了解他们的人文，然后回来跳的话，我能够把我比较能够表达他们这些舞的由来。这届年度新歌表演，陈美燕老师也邀请南区的区长来担任特别嘉宾。伊对事前的练习就相当的认真，展现出社区大学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那其实，在社区大学台江分校哈，我第一班是学了洞箫，然后第2班我学了萨克斯风。那肚皮舞我是没有报名，但是吴老师说，可以跟这些同学们一起表演，那也是一个模范啦，因为我大这些小朋友都大40、50岁啊，那我都能学了，他们更能学，所以也鼓励他们应该是可以学得非常的好。这一个学习的方式就是这样来推动。这届肚皮舞表演安排了3种无同款的风格，除了老师以及老师甲区长的表演，也有老师的学生展现出佛朗明哥风格的肚皮舞，让更加侪人会当借由肚皮舞的表演，展现出对家己身体的自信。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必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百货业者新年举办的福地活动，引起大批消费者排队抢买。现在有业者推出定价1000块的福地，保证每一个拢价值1100块的礼券以外，另外加码5000支自助餐的优惠，以及上大奖5万块的礼券抽奖，要来回馈消费者。今年会有2重的一个内容物商品所以说我们在第1重的话，只要你来购买1000块的一个现金，那我们就第1重就可以获得1001的商品券，然后再加上我们香格里拉台南国际大饭店10楼爬梯券200元所以说你实质上就马上拿到很超值的这样的一个券类。那在我们下午1点钟，我们还会再抽出10项大奖那共45名的一个幸运得主
那我们在我们1楼广场这边做抽出的动作。那我们的头奖呢，特别说明哦，头奖呢一定要在我们现场哦，所以说我们在现场头奖抽出来之后，我们唱名3次哦。那如果有中的话，我们就会请你上台。那如果没有中的话，我们会依序直接再往后抽出来有幸运得主。农历7月来到8岁参加有奖竞赛的朋友，有机会得到农历门体育局所提供的鸡年税钱，互你招来喜气，金鸡发大财。台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有2间咖啡厅首次联合举办的大型咖啡拉花比赛，今日伫演空场场，总共有64位选手进入决赛，限时3分钟内完成作品。得到冠军的选手就能得到真侪优质的咖啡器具。现场嘛，请不少观看比赛民众来为选手加油。希望让更多人可以知道咖啡拉花这件活动它有趣的地方，然后也透过汇集这么多厉害的咖啡选手或厉害的咖啡评审来到这边，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说咖啡这件事情的美好之处。然后我们这次的比赛啊，它基本上是希望让更多人可以了解咖啡。就是来这边参与这个活动，然后了解咖啡，跟评审互动，然后或者是让他们有一个平台，可以好好发挥他们自己所最爱的热忱的东西。比赛现场来到台湾各地拉花歌手，马请不少介意咖啡的人士到现场参观。主办单位表示，台湾一直拢只有小规模的拉花比赛。所以希望透过这场大型的拉花比赛，请更较侪优秀的年轻咖啡师来投入咖啡这项产业。台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